咁你又要問我啦，喂，防曬油啊點樣同我哋防護紫外線呢嚇？嗱，咁我拆解呢啲好少有人去研究嘅 SPF、PA 加啊呢啲咁嘅防曬指標。SPF 咧係防曬係數只係針對 UVB， 即係令我哋曬紅啊、曬痛啊嗰種啦嚇。SPF 數字咧，即係15或者係30、50嗰啲數字咧，係代表延緩皮膚被曬傷的時間倍數。計算公式係咁嘅，假設你喺不防曬嘅情況之下，曬10分鐘，皮膚就會發紅啦。咁你擦上 SPF 30嘅防曬油之後咧，理論上可以延長30倍嘅時間，即係10分鐘乘30，等於300分鐘之後咧，先會被曬紅喎。嗱 ，SPF 以外咧，向防曬油嘅標籤時常有 PA 或者 PA 幾個加 ，PA 咧即係防護 UVA 嘅等級，以加號表示嘅。PA 4個加 ，PA 加係目前最高嘅 UVA 防護標準。呢個係日本發起嘅一個標準嚟嘅，向歐洲呢種 UVA 嘅防護叫做 Broad Spectrum 廣譜防曬。